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台南铁路地下化同意案，最后2号的控证户黄春香甲陈志晓，顶个月到交通部申请了后，传出讲今仔日要同步强拆这2户。铁道局联合着警消，半暝3点外，以突袭的方式，先甲出入口封起来，袂互其他声援的人士进入，企图强力驱离控证者。现场爆发着几啊界下杀的冲突。铁道局开始要拆除，民众冲过风线，甲警方伫遐杀来杀去。在这进前透早3点外，铁道局中工处联合警消人员，先将这个开关路桥东边封起来，搁用围篱防止其他人入到现场。 要6点时开始拆，50外个大学生本来伫黄界客厅伫遐唱歌赞声，拢总互人扭出来，还是卷出来。铁道局先拆担架，挖铁底下路这边灶骹甲护闸，担架90岁老太太靠甲正伤心，情绪真激动。不要啊！ 有一个老太太想要入去现场，互人炸落来跪咧涂骹一直哭，引起过路人的注意。为什么袂当？啊，这条路道啊，无啥物会使袂当。铁道局中交处本来打算伫7月2、23就要强制拆除黄春香甲陈志晓的厝，互人伫咧控制下，就咧拨因缓冲期，缓冲期届满了后，就进入强制拆除的程序。为了防止保护人强烈的抵抗，即摆铁道局强制拆除的行动真保密，希望讲和这个冲突的意外降到最近。